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把这个车停伫个路边的停车架，才过一暝，这个车甲停车架竟然拢无去。这尔啊离奇的状况，就发生伫个新北市的三重埔。林小姐讲，伊的先生前一天把车停伫个合法的停车架，隔天找无车，佫收到红线违规停车的罚单，上尾也佫开980块去甲车牵倒来。详细一个查。 原来是交通局的外包商所母的汽车注销这个停车架，事先也无通知，事后也无放标示单。加在当事人有一个好习惯，停车停好会来翕相，拄啊好摕来证明家己的清白。 下班转去，总算找到停车架，就惊讲无头前找无车，全咧甲翕落来，正拄好自我解救，因为过灯刚透早，毋但车无去尔，连停车架嘛消失去啊。我们是租车嘛，所以我们没有买车，我们就是都是停外面路边的停车格，也就会习惯就会拍照。车子就是它前轮是有压线的，所以就可以发现那个停车格的那一块白色是没有被涂到。 天9月17，林小姐甲因先生明明是将车停伫合法的停车架，要过过一暝尔，车甲架啊拢找无，再佫开980去牵车，车架被注销，当场变成红线违规停车，又佫收了一张罚单，互因两个翁仔某感觉真正是有够悍。我们其实都是合法的去使用这个停车格，而且我们隔天发现车子不见，我们其实在这个精神上面其实也很紧张。 实际找到这个被消失的停车格，就位在新北市三重的过圳街31巷口，而后方就是行人穿越道。就有民众表示，这个停车格的位置真的有点突兀，怪怪的啦，因为这车子很流量大，啊，你停在这边也不好。交通局表示讲，为了考虑到车流量，才决议取消车架，是讲进行作业的时无先打时间的广告，承认讲作业有疏失。 本案我们会将施工的前、中、后的照片提供给这位申诉的民众，协助他来撤销红单。注销车架无经通知，事后更加未记放停车架取消的标示单，和无过民众若接到罚单，就要个四界走踪去赎车，相关的单位真正就要好好检讨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